根據愛因斯坦隻佬所講嘅相對論，我哋生活中所面對嘅三維空間，加上時間，構成所謂嘅四維空間。由於我哋在地球記覺得時間好慢。根據愛因斯坦隻佬所講嘅相對論，我哋生活中所面對嘅三維空間，加上時間，構成所謂嘅四維空間。由於我哋在地球記覺得時間好慢。